你係咪都試過每逢過節或者家族大聚會，見到成班親戚圍埋一齊，你一句我一句講邊個新買咗層樓，邊個仔揾幾多錢，甚至係講緊人哋屋企啲是非閒言。你坐喺度，明明周圍熱鬧到不得了，但你個心淨係覺得唞唔到氣。人哋喺度互相吹捧，你望住嗰啲笑容，覺得好假。人哋為咗少少面子或者微不足道嘅利益爭到面紅耳赤，你淨係覺得嘈到頭痛。對你嚟講，甚至連勉強雞個笑容出嚟，講兩句應酬說話，都覺得好似受罪咁。身邊啲人見你唔出聲，唔埋堆，慢慢就會幫你貼上各種標籤，話你孤僻、唔合群、性格古怪，甚至連你自己由後生捱到去晚年，夜闌人靜嗰陣，都會暗暗責怪自己，係咪我真係有問題？係咪我做人太過失敗？點解我硬係同呢個世俗嘅世界格格不入？今日我想同你講一個佛門入面極少被人提及嘅真相，你聽清楚，你呢份清高同孤獨根本唔係咩性格缺陷，更加唔係心理有病，恰恰相反，呢個好可能係你靈魂深處帶住嘅天界印記，係你呢輩子最後一次輪迴嘅證明。我見過太多辛苦操勞咗大半世嘅老人家，發現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就係每一個家族或者每一個朋友圈子入面，總有咁一兩個人，佢哋特別安靜，唔爭唔搶。當身邊嘅人為咗早頭小利嗌到拆天嗰陣，佢哋往往係退到一邊，默默望住嗰個人哋覺得佢哋蠢，覺得佢哋木獨，但係從佢哋清澈又帶住少少憂傷嘅眼神入面，我睇到嘅係一個老靈魂對呢個紅塵嘅無奈。你試刻回想喺你後生嗰陣，係咪都曾經為咗生活焗住喺名利場入面打滾，睇住啲人為咗地位互相算計？有冇試過喺喧鬧嘅應酬場合入面，你突然之間感到一陣恍惚，覺得自己個靈魂好似飄咗上半空，冷冷咁望住底下呢群戴住面具做戲嘅人，個心不斷咁問自己：我到底喺度做緊乜？呢一切到底有咩意義？其實呢種深入骨髓嘅抽離感，喺佛經裏面有個好靚、好透徹嘅講法，叫做客塵煩惱。楞嚴經入面有一段非常之精彩嘅比喻，將呢件事講到明明白白。想象下，呢個娑婆世界就係一間大客棧，有個旅客行到攰，入嚟租間房瞓一晚，借宿一宵。第二朝天光，佢打包好行李，拍拍屁股就要繼續趕路。你話呢個旅客會唔會對間客棧產生執着？佢會唔會走去同個掌櫃嗌交，爭論間房個窗簾應該用咩顏色？會唔會想霸佔呢間客棧嘅業權？絕對唔會，因為佢心入面好清楚，自己只不過係個過客，真係會被呢間客棧嘅各種瑣碎事、人事糾紛死死綁住嘅。只有嗰個以為自己永遠走唔甩嘅客棧主人。我哋喺呢個世間其實都係旅客，但絕大部分嘅人住下住下就當咗自己係主人，將身外之物當成生命嘅全部，拼命去霸去搶。而你唔同，你個靈魂深處一直保留住一份清醒嘅記憶。有啲人嘅靈魂並唔係生生世世都喺人道或者惡道入面打轉嘅，佢哋可能係從清淨嘅天界落嚟，或者係因為天界嘅福報享盡咗，又或者係帶住某種未完成嘅願力，主動嚟到呢個被稱為五濁惡世嘅人間歷劫修行。你試下企喺佢哋嘅角度去諗，一個習慣咗天界嗰種極致寧靜、毫無雜質環境嘅人，突然之間被能入一個充滿貪嗔癡慢疑嘅大染缸入面，佢嘅靈魂本能會點？一定會產生強烈嘅排異反應，就好似一個習慣咗飲清泉水嘅人，你突然逼佢去飲坑渠水，佢點會吞得落？你嘅孤僻，你嘅唔合群，其實就係你嘅靈魂喺度對呢個群族嘅世界大聲講唔要。所以如果你身上帶有5個天界標記，你千祈唔好再自責，你應該為你自己保留住呢份清靜而感到慶幸。我哋先嚟講第一個標記，好多長輩或者朋友可能會話你死腦筋，唔識人情世故，做人唔夠圓滑，甚至話你咁樣遲早蝕底。但係只有你自己心入面最清楚，你唔係學唔識講大話，更加唔係唔識逢迎，而係你覺得嗰啲逢場作戲嘅虛偽真係好核突，你寧願自己食虧都過唔到自己嗰關。你一定見過一種畫面，幾兄弟姊妹或者舊街坊坐埋一齊，
表面上和和氣氣，但字裏行間全部都係攀比。有人讚對方件衫靚，其實係想晒自己手上隻新手錶；有人科獎人哋個孫叻，轉頭就明煲暗烹。你坐喺側邊，將呢啲人情世故嘅底牌睇得一清二楚。有人遞杯茶俾你，想拉你落水一齊講邊個邊個嘅閒言閒語，你淨係微微笑一下，或者借啲意行開，一句話都唔答。結果聚會散咗，啲人就喺背後話你擺款、扮清高、唔埋堆。呢種委屈，我信你大半世人一定受過唔少。你心入面其實好想問，大家親戚一場，點解唔可以簡簡單單、坦坦白白咁飲啖茶食個包？點解下下都要戴住個面具做人？但你知講咗都冇用，因為大家處於嘅頻率根本完全唔同。我諗起以前認識一位長輩，我哋叫佢做添叔。添叔後生嗰陣喺一間大廠做管工，佢份人做事好勤力，但就係唔識拍馬屁。有次大老闆落嚟巡視，其他管工就即刻安排啲工人做大龍鳳，又送禮又講好說話，唯獨是添叔，佢直腸直肚，將廠入面啲實際問題，包括安全隱患，一五一十咁同老闆講。結果老闆覺得佢落自己面，轉頭就將升職嘅機會俾咗另一個淨係識得阿諛奉承嘅人。屋企人笑添叔蠢，話佢死腦筋，成世人得個做字。添叔當時只係淡淡然咁講咗句：我過唔到自己個心，要我埋沒良心去呃人，去爭名奪利，我寧願一世做個散工，起碼夜晚瞓得着覺。其實添叔唔係蠢，你都唔係蠢，你哋身上呢種寧願自己食虧都唔肯去迎合虛偽嘅特質，就係靈魂深處天界印記嘅第一個表現。精神潔癖。喺《維摩謖經》入面有句說話叫猶如蓮花不着水，意思好簡單。蓮花生喺污泥入面，但啲污水係滴唔實塊蓮葉嘅，一有水珠滴落去就會自然識走。帶住天界記憶嘅靈魂就好似呢塊蓮葉咁，喺清淨嘅境界裏面，眾生之間嘅溝通係心念一動就互相明白，根本唔需要語言嘅偽裝，更加冇勾心鬥角嘅算計。你個靈魂深處仲牢牢咁記住嗰種最純粹、最透明嘅相處方式。所以當你落到嚟人間，面對呢個充滿彎彎繞繞、面具同謊言嘅紅塵，你嘅直覺就係逃離。你唔肯講大話，唔去埋堆，唔係因為你學唔識，而係你個靈魂喺度拼命咁守住最後一條堅淨嘅底線。你寧願被人孤立，寧願冇朋友，都唔想將自己個靈魂浸入嗰缸浴水入面。你潛意識知道，講一句大話，做一件色心嘅事，就係同呢個世俗結多一重業力嘅網。你係嚟做過客嘅，你唔想憎人嘢，更加唔想踩到一身泥巴走唔甩。你嘅孤高根本唔係你唔識做人，而係你太過清楚咩叫做真人。你對虛假嘅抗拒，其實係靈魂喺度保護緊你本來嘅清淨。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苦笑一聲，心諗係啊，我就係因為咁硬頸，先搞到身邊連一個交心嘅人都冇，人哋都當我係冷血冇人情味嘅石頭。但係你真係冷血咩？呢個就係最奇妙嘅地方。人哋話你冷漠寡言，從來唔參與是非八卦，但其實你個心比任何人都軟。好多身邊嘅人見你平時唔中意埋堆，過年過節又唔中意去親戚屋企串門，就會誤會你係一個自私冇人情味嘅人。但係得你自己知，你嘅同理心其實泛濫到一個點。你行街見到一隻流浪貓狗瘦到皮包骨，甚至只係喺條街度淋緊雨，你個心都會勾住咁痛。你睇電視新聞見到打風落雨、地震水浸，明明受苦嗰啲人你一個都唔識，同你非親非故，但你啲眼淚就會控制唔住咁流落嚟。點解會有咁大嘅反差？一個極度抗拒人群嘅人，點解會對陌生人同小動物有咁深嘅同情？因為你身上帶住第二個天界印記，你係一個悲憫同抽離嘅矛盾綜合體。喺佛家入面，呢種境界叫做同體大悲、無緣大慈。點解叫同體？因為你個靈魂維度比較高，你能夠感知到呢個娑婆世界入面每一個生命嘅苦痛，就好似痛喺自己身上咁。你嘅大愛係廣闊到俾全天下眾生嘅。但係點解你又極度抗拒融入任何一個小圈子呢？因為你睇透咗，你深知世俗人與人之間建立嗰啲所謂嘅圈子，好多時都係建基於利益、攀比、制度同埋索取。
你愛眾生，但你唔想被世俗嗰啲恩怨情仇綁架。你唔埋堆，唔係因為你冷血，而係呢種看似冷漠嘅慈悲，其實係睇透紅塵之後最深沉嘅智慧。你選擇退開，係為咗保護自己嗰份純粹嘅善意，唔好被世俗嘅頸光污染。正正係因為你睇透咗呢啲人際網絡嘅本質，所以你身上好自然會衍生出第三個天界印記，亦都係最令好多凡夫俗子理解唔到嘅一點。極度強烈嘅過客心態喺呢個世界上，絕大部分嘅人每日擘大眼就係拼命去囤積，後生嗰陣拼命去揾錢買樓炒股，老咗就想盡辦法為子孫後代鋪路，恨不得將天下間所有好嘢都揸晒喺自己手心，永遠都唔放開。佢哋將呢個世界當成係自己嘅永久居所。但係你呢？你對物質嘅慾望硬係提唔高，你覺得一日三餐食得飽就得啦，衫褲鞋家乾乾淨淨就夠啦，間屋企唔使好大，有張床瞓得安穩就係福氣。我記得舊陣時識得一戶人家，阿媽走咗，留低一層舊唐樓，兩兄弟為咗點樣分嗰層樓，喺靈堂度已經面咗，辦完喪事直情反埋面，連律師信都出埋。當時佢哋個細妹由頭到尾都冇出過聲爭，兩個阿哥以為佢暗地裏有咩盤算，點知個細妹同佢哋講：阿媽啱啱先走，骨灰都未凍，你哋就為咗啲石屎同磚頭喺度傷和氣，你哋中意點分就點分啦，我一毫子都唔要。啲親戚話個細妹傻，白白放棄幾百萬。但個細妹事後同我講，佢望住兩個阿哥嗰個面紅耳赤嘅精冷樣，覺得好恐怖，亦都覺得人生好無謂。佢話人死咗咪得返一個骨灰盅咁大嘅位，爭贏咗又點？呢個細妹其實就係一個典型帶住天界印記嘅老靈魂，見到啲人為咗爭少少家產，為咗佔多少少便宜而打到頭破血流，你坐喺額邊只係覺得悲哀又好笑。你心入面常常會湧起一種感覺，覺得呢個世界嘅一切都好似唔係幾真實咁，就好似一場隨時會醒嘅夢。你總係覺得只要將自己今世應該盡嘅責任盡完，養大啲仔女，將欠落嘅恩怨還清，你拍拍屁股就要走人噶啦。老友記，如果你都有呢種感覺，你知唔知代表緊啲咩？金剛經入面有句好出名嘅說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好多人將呢句話掛喺嘴邊，當作係霎書包嘅金句，但遇到利益衝突嗰陣一樣爭到頭崩額裂。但係你唔同，你係用緊你嘅生命，用緊你嘅直覺去體悟緊呢句經文。你唔去爭，唔去搶，人哋笑你蠢，笑你冇大志。其實只有你自己潛意識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呢啲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嘅嘢，根本唔值得你嘥盡心機去爭奪。你一個住客棧嘅過客，點會去同人爭張床板啊？你一早就知道行李遲早要放低，所以你連執都費事執。但係話就話睇透咗，你而家畢竟仲係着住呢個肉身，活喺呢個五濁惡世入面。你明明冇去害人，冇去爭權奪利，生活得咁簡單，但點解你總係覺得活得好攰？你有冇留意過，每次你去完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又或者焗住參加完一場人際關係好複雜嘅家族聚會，飲完餐喜酒之後，返到屋企，你會覺得成個人好似被人抽乾晒啲精力咁，周身骨痛，個頭好重，甚至要攤喺床度安安靜靜咁抖返幾日，唔見人唔講嘢，先至可以回復元氣。好多人以為呢個係年紀大咗，體力唔好，又或者覺得自己係咪有啲咩社交恐懼，但其實呢個正正係你身上第四個天界印記。你擁有一條永遠都換唔到掣嘅感應天線。你試刻回想一次你最近去嘅大聚會，可能係家族聚餐，又可能係舊同事聯誼，成為台10幾個人，表面上大家有傾有講，杯碰杯，笑得好開心。但係你坐喺度，你會敏銳到捕捉到每一絲微細嘅氣氛變化，你感覺到對面個親戚笑聲背後嘅虛榮同炫耀，你察覺到側邊個朋友表面恭喜人，其實心入面充滿住嫉妒同酸溜溜嘅味道。你甚至感覺到某兩個長輩之間嗰種為咗面子暗中較勁嘅火藥味。人哋講緊一句好普通嘅說話，其他人聽完就算，但你會連對方隱藏喺語氣入面嗰種單打怨氣或者機心
都一清二楚咁接收晒。你生性善良，睇穿咗又唔忍心當面拆穿人，唯有自己默默咁將呢啲情緒硬食落肚，仲要夾硬保持禮貌嘅微笑。呢種感覺喺佛學入面點樣解釋呢？大家如果有去開廟拜菩薩，一定聽過《心經》第一句：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呢句經文講得好靚，菩薩修煉到最高境界，睇透咗色受想行識，呢五蘊全部都係空嘅，所以就冇晒痛苦。但係我哋呢班仲喺紅塵裏面打滾嘅凡夫俗子呢？我哋嘅五蘊邊度空得透？唔單止唔空，仲好沉重。每個人身上都孭住一大堆貪婪、憤怒、愚癡、傲慢，帶住天人印記嘅靈魂。你嘅覺知能力比一般人高出太多，你就好似一個恬靜嘅海面咁，去到一個人多、磁場困毒嘅地方，周圍嗰啲人散發出嚟嘅沉重五蘊，佢哋嘅焦慮、佢哋嘅執着、佢哋嘅負能量，不知不覺間全部被你吸晒入去。普通人去應酬係去交換利益，去尋歡作樂，但你去應酬簡直係去幫人哋吸塵，人哋將啲情緒垃圾、世俗煩惱倒晒出嚟，你就無意識咁照單全收。所以點解你每次應酬完返到屋企會覺得個頭好重，個心好翳，甚至要攤喺床度安安靜靜咁抖返幾日，唔見人唔講嘢先至可以回復元氣？就係因為你個靈魂承受咗太多唔屬於你嘅群毒能量，你需要大量嘅獨處時間去將呢啲客塵慢慢排出體外。身邊嘅人成日勸你，你唔好諗咁多啦，你份人太敏感，太玻璃心啦。又話人哋無心講句說話，你做咩要擺喺心度琢磨咁耐？佢哋根本唔明白，你唔係專登去諗，而係你個靈魂本能地感知到嗰啲惡意同沉重。你孤僻，你中意匿喺屋企，你抗拒去人多嘈吵嘅地方，根本唔係咩性格缺陷，更加唔係你唔中意人。呢個係你個大腦同靈魂為咗保護你不受進一步傷害而自動啟動嘅緊急保護機制。你潛意識知道，如果再將自己擺喺嗰個大染缸入面，你原本清淨嘅本心就會被徹底拖垮，避開人群。係你守住靈魂最後一片淨土嘅方法。你用孤獨嚟換取內心嘅大自在。但係老友記，當你越嚟越清醒，當你越嚟越明白呢個世界嘅運作規律，你會發現淨係避開人群係唔夠嘅。當你喺夜深人靜瞓唔着嗰陣，當你喺生活入面遇到過唔去嘅難關嗰陣，你心入面最真實嘅聲音係：我真係太攰啦，下世我真係唔想再嚟啦。你覺得做人太苦，無論做窮人定做富人，都有操唔完嘅心，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種種嘅苦難就好似海浪咁，一波接一波。你唔單止唔想做有錢人，你甚至連做天人、做神仙都唔想。點解？因為你靈魂深處知道，只要仲喺輪迴入面，就永遠冇真正嘅安寧。呢個就係決定你未來去向嘅第五個天界印記，極度強烈嘅出離心。法華經入面有句好出名嘅比喻，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三界即係欲界、色界同無色界，包攬晒人道同天道。佛陀話呢個三界就好似一間已經起緊火嘅大屋，裏面啲細路仔即係未覺醒嘅眾生，仲喺度掛住玩玩具，為咗一件玩具爭到打交，完全唔知大火好快就會燒埋身。而你就係嗰個已經聞到功味、睇到火光嘅人。你對屋入面嗰啲所謂嘅名貴玩具、金錢、地位、名譽已經一啲興趣都冇。你唯一嘅願望就係嗱嗱聲行出呢間火屋，徹底解脫，走向永恆嘅涅槃。當你有咗呢種強烈嘅出離心，就意味住你靈魂裏面嘅天人記憶已經徹底覺醒。你唔單止睇透咗人間嘅苦，更睇透咗輪迴嘅無意義。呢個係諸佛菩薩喺你耳邊敲響嘅鐘聲，提醒你返屋企嘅時候快到啦。聽到呢度，好多一直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嘅聽眾，可能會覺得心入面嚿大石終於落地。原來我唔係脾氣古怪，我只係來歷唔同。原來我係天人轉世，難怪我咁清高。但係請你停一停，接下來我要講嘅說話可能會有少少刺耳，但你一定要聽清楚。佛法講究正信正念，我哋知道自己身上可能有呢啲天界標記，
絕對唔係為咗攞嚟炫耀，更加唔係要我哋生出一種高高在上嘅傲慢心。有啲人一聽到自己係老靈魂，或者以為自己帶住天界印記，個鼻就向住天，覺得周圍嘅人全部都係庸俗嘅凡夫，得自己一個係清高嘅，覺得屋企人日日講錢好低級，甚至對住啲親戚朋友擺出一副睇唔起人嘅姿態。如果你有呢種心態，咁我必須要兜巴星醒你，你已經行錯路，甚至可以話係走火入魔啦。佛陀講得好清楚，眾生平等，人人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嗰啲仲喺度為咗名利爭到面紅耳赤嘅人，嗰啲為咗少少着數而氹氹嘅人，佢哋嘅本性同你一樣，都係佛，都係清淨嘅。分別喺邊度？分別只係在於佢哋而家仲發緊夢，仲以為夢入面啲金銀珠寶係真嘅，而你只不過係俾佢哋早醒咗半步之麻。你試下諗下，如果你發完夢醒咗，見到身邊個屋企人仲發緊噩夢，喺度飆冷汗，喺度喊，你會唔會走去笑佢蠢？你會唔會睇唔起佢？唔會噶嘛，你只會覺得佢好可憐，想拍醒佢，或者摸下佢個頭安撫佢。既然我哋比佢哋早醒咗一步，我哋就更加應該生起慈悲心，而唔係分別心同嗔恨心。如果你因為自己覺醒咗而睇唔起人，你嗰份所謂嘅清高就會變成一條更粗嘅鐵鏈，將你重新鎖死喺呢個六道輪迴入面。因為傲慢本身就係五毒貪嗔痴慢疑嘅其中一種，一個充滿傲慢嘅靈魂係絕對翻唔到去清淨嘅彼岸嘅。好啦，既然我哋明白咗自己可能係個過客，知道呢次可能係最後一次輪迴，同時又放低咗高高在上嘅傲慢，咁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嚟啦。難道因為知道人生如夢，我哋就每日攤喺床度咩都唔做？難道因為知道一切帶唔走，我哋就連工都唔返，連屋企人都唔理，求其等死就算？絕對唔係。佛法入面有4個字可以解答呢個疑惑，叫做借假修真。咩叫做借假修真？就好似一個就快要畢業嘅大學生，你明知道自己下個月就要離開校園，唔通你就連期末考試都唔去考，連借落圖書館啲書都唔還咩？唔會噶嘛。正正係因為你知道呢個係最後一關啦，你反而會更加用心，更加坦然咁去將每一件事做好，為呢段旅程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你喺人間嘅呢段肉身，你經歷緊嘅每一場悲歡離合，就係你修行嘅道場。你身邊嗰個成日發牢騷嘅另一半，嗰班激到你生病嘅仔女，其實全部都係嚟成就你、考驗你嘅試卷。一個真正覺醒咗嘅過客，依然會去盡佢做父母、做伴侶、做仔女嘅責任，但係佢個心境已經完全唔同晒。以前你對人好，做足10分，心入面就暗暗期盼對方都要還返10分俾你。一旦對方唔領情，你就傷心憤怒。而家你依然做足10分，但你唔再執着對方要點樣回報。你知道緣聚則聚，緣散則散。你付出只係因為你想圓滿呢段緣分，而唔係為咗索取。當你遇到唔公平嘅對待，或者無端端被人屈、被人搵笨嗰陣，你唔會再好似以前咁火冒三丈、誓神劈願去同人死過。你心入面反而會好平靜咁諗：太好啦，呢個又幫我消咗一筆業障。欠落嘅差我還清咗，我個靈魂又輕盈多1分啦。六祖慧能大師喺《但經》入面講過一句流傳千古嘅說話：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當你個心徹底明白咗自己根本乜都冇擁有過，亦都冇嘢可以失去嗰陣，世俗嘅種種是非因緣就再都沾染唔到你。你唔再強求邊個必須要懂你，因為你已經懂咗你自己。你會發現，當你放低咗嗰種死都要揸實嘅執着之後，你嘅面相會慢慢變得越嚟越慈祥，眉頭再都唔會成日皺埋一齊。以前嗰啲令你痛苦不堪嘅人際關係，突然之間就好似雲煙咁消散晒。你依然係你，依然過住平淡嘅日子，但你已經唔再係被命運同情緒捆綁嘅奴隸，而係一個清醒咁行緊喺返屋企條路上嘅行者。你唔需要刻意去做好人，亦唔需要周圍去同人講大道理。你只需要安安靜靜咁坐喺度，你身上散發出嚟嗰種平和、自在同通透，就能夠喺無形之中安定周圍人嘅心。呢個就係你作為一個帶住天界印記嘅老靈魂，留喺人世間最大嘅功德。好啦，講到呢度，我想請你送一份禮物俾辛苦咗大半世嘅自己。
請你先揾一個最舒服嘅姿勢，坐低又好，挨後又好，俾自己個身體穩穩陣陣咁被承托住。請你慢慢咁，輕輕咁合埋對眼，唔使太用力，就好似兩片樹葉輕輕飄落喺平靜嘅湖面上咁，將注意力帶到你嘅膊頭同後頸度。我知道你呢大半世人替兒女操煩，替頭家擔驚受怕，自己吞咗無數嘅委屈，你個膊頭同條頸一早已經僵硬晒，酸痛晒，感覺好似壓住焗千斤重嘅大石咁，透唔到氣。而家請你想象喺呢個寧靜嘅時刻，天上面落起咗一場好幼細、好溫潤嘅春雨。呢種雨水帶住淡淡嘅青草香氣，一啲都唔凍，滴喺你身上，暖粒粒咁，將你肌肉入面嗰啲繃緊一點一點咁融化開。請你喺心入面跟我一齊輕輕默念：辛苦啦，我嘅身體，呢啲年嚟你幫我挨咗太多唔屬於我嘅重擔，而家我允許你完全咁放鬆落嚟。隨住溫潤嘅雨水不斷咁沖刷，你想象自己化身成一個立喺清澈溪流入面嘅白玉石頭，呢個石頭上面長滿晒代表住世俗煩惱、人際恩怨嘅厚厚青苔，嗰啲人哋對你嘅誤解，你喺應酬入面焗住吞落肚嘅假笑，你對生老病死嘅恐懼，全部都化作呢啲沉重嘅青苔。而家清澈嘅溪水正一片又一片咁沖洗住你，你感覺到嗰啲青苔慢慢變得鬆脫，順住水流一點一滴咁從你身上剝落。溪水每沖刷一次，你就覺得膊頭上嘅重擔輕咗一分。你喺心入面同自己講：我願意放下所有嘅執着，我唔再去強求別人嘅理解，嗰啲唔屬於我嘅業力同情緒，我此刻全部交還俾天地。我本是清淨嘅過客，呢人間嘅泥濘再也沾染唔到我嘅本心。你感覺自己越嚟越輕，越嚟越通透，就好似一塊被洗得乾乾淨淨、晶瑩剔透嘅白玉。呼吸變得綿長而深遠，呢一刻冇任何人會嚟打擾你，亦冇任何未完成嘅事需要你去操心，你就安安穩穩咁待喺呢份純粹嘅清靜入面，享受住呢份原本就屬於你嘅大自在同孤獨。呢份孤獨入面冇一絲悲傷，只有無限嘅圓滿。保持呢份寧靜嘅感覺，喺心入面停留一陣。好，而家請你慢慢咁活動下手指，喐下腳趾，帶住呢份被洗淨嘅輕鬆感，緩緩咁擘大對眼。老友記，你生來清高孤獨，係因為你嘅歸宿喺萬里無雲嘅彼岸。呢世人既然係最後一次走呢趟紅塵，我哋就坦坦蕩蕩咁行完佢，盡好本分，唔留遺憾，亦唔再牽掛。願你往後餘生身心自在，無憂無奈。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就好似一陣春雨咁，洗去咗你心頭積壓已久嘅煩悶，請你一定要記得俾個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將你覺得受用嘅內容分享俾身邊嗰啲同樣善良，但總係覺得同個世界格格不入嘅朋友，等佢哋知道喺返屋企嘅路上，佢哋並不孤單。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或者留低本自清靜4個字，寫出嚟，我心會鬆啲，點亮一盞善緣嘅明燈，照亮自己，亦都溫暖他人。多謝你嘅聆聽，我哋下期再會。